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，美国投资的台湾科博公司，顶礼拜五公告讲，8月初1就停工关厂，头一届的劳资协商嘛破局。昨工会展开下晡开始头一波的罢工哦，今仔又搁去桃园市政府抗议，要求劳动局就要强制来协商补偿费。科博公司是强调讲，公司有依照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，公告60天后才分配来解雇，资遣的方案嘛比劳基法较好咯。九北布条科博公司企业工会甲桃山总号召80几位员工，初次透早到桃园市政府头前抗议，要求劳动局依照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，马上展开强制协商。强制协商，要求美国的副总裁，在礼拜1以前，一定要给我们确定的一个日期。如果再没有给我们任何方案的话，那我们不排除工会会继续增加我们的抗争成绩。目前已经宣布罢工。工会正上期自防部指无定出下一班协商的日期，也无甲工会协商到出会，甚至找外包人员伫工厂北门口设铁架啊围栏，是要妨害罢工纠察线。依法伫初三下晡2点40分开始展开第一摆罢工行动，尤其罢工纠察线协商完成进前，禁止观音厂出会。依据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的规定，那认为双方已经没有办法来继续协商，所以我们会来进入这个强制协商的程序。那预计在下个礼拜4来召开。科博公司发声明表示遗憾，强调依法公告超过60天，9月30日分配解雇员工，绝对不是向停工，也提供比劳基法较优惠的资遣方案。因为工会另外阁要求每隔1年年资升5个月原厂补偿金无合理。劳动局表示已经启动强制协商定数，下礼拜4协商，劳资双方来指派有决策权的人提出适合的方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